嫁给我。 嫁给他，嫁给他，起来啊！来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！不要，不要！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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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峰峰，好女儿，你就嫁给我儿子吧。姐姐，嫁给他吧，要幸福哦！峰峰，快 say yes 啊！光辉，我妈，不要，不要！我帮你带上吧。这好像尺寸不大合适吧？当然不合适了，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皇家认证。儿子，起来，别紧张。来，把这个戴上。这个挂在脖子上。阿姨，我拿着，收下。来，祝福，一定要幸福啊！祝福你们。完了，真完了，真我，真完了。哎，爸爸，你上次不是问我，如果你尽力了，但还是输了，我会怎么样吗？你会怎么样？我想说的是，我还会爱你的，因为你是最棒的。谢谢你。爸爸，但是你真的要努力了。恭喜你啊！怎么感觉这口气这么不对呢？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就好了。我对不对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什么。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黑着脸。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，没做好准备。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都不喜欢面对自己的内心呢？你说谁啊？算了，对牛弹琴，两个傻子。行了，我不管你们俩的事了，下车。那你慢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
我只是想睡觉而已。这个月我们要选好良辰吉日，然后定好婚宴。你是喜欢中式还是西式？如果没想好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后再决定。3月份我们要准备婚宴的回礼，是巧克力好呢，还是饼干好呢，还是手工肥皂好呢，还是……这个楼盘好，交通便利，面积实用又不贵，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新婚夫妇。买了房之后一定要有车，3年之内生小孩，10年之内准备教育基金。我想要个女孩，他们都说女孩是爸爸贴心的小棉袄，特别的亲。你呢？我呢？1只羊，2只羊，3只羊，4只羊，5只羊，6只羊，7只羊，8只羊，9只羊，10只羊。福华，福华，你怎么啦？哎，老大这么早啊？我早饭还没做呢。业绩报告已经看了。老大，我去开车。马上帮我把那份文件发过去。老大，歇会儿吧，你午饭都没吃。不吃了。我今天有的是精神，有的是劲儿。哎，有没有没完成的工作，统统拿过来。没有了，我和叶波的活都给你一人做了。没有了啊？怎么可能？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。看来我前几个月真的是不在状态。不是。姐姐结婚以后啊，肯定要找一个继承人，那个人肯定是我柳儿。所以为了让姐姐放心，我现在一定要展现我的实力。说什么呢？什么继承人啊？我活得好好的，没死呢。姐姐，你要结婚了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总要找一个人帮忙嘛。谁说的？我又不是要离开这里。你结婚以后肯定很忙的，你有很多家族的事宜要处理啊，要照顾家公，照顾家婆，照顾未来的老公，未来孩子的饮食起居，哪有空来店里啊？那我可以当个女强人啊！现在有很多在职主妇的，他们可以，我也可以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做女强人，家庭会不幸福的。你放心，有我柳儿在，我肯定能帮你管好等一个人的。而且啊，我会帮你看好闲杂人的。